陳淑莊議員。多謝主席。2010年11月10號嘅下晝，5歲嘅趙鵬潤就係舉住咗爸爸回家嘅標語紙牌，企咗喺北京市大興區嘅法院門外邊，一直等住1年都冇返過屋企嘅爸爸趙連海。結果爸爸等唔到，只係能夠換到媽媽一個緊緊嘅擁抱，好激動咁抱住佢喺度喊，話爸爸冇出到嚟。喺電視機前邊，我諗大家睇到呢一幕呢，都會覺得好心酸。2008年，趙連海3歲零8個月嘅仔趙鵬潤被驗出左邊嘅腎有2粒2毫米嘅結石，佢組成咗結石寶寶之家，成立咗結石寶寶之家嘅網站，公佈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嘅相關資料，同埋聯合其他食用含有3聚氰胺奶粉而又患上腎結石嘅小朋友嘅父母進行咗集體嘅訴訟，敦促北京當局要徹查，同埋要俾受害嘅小朋友一個公正合理嘅調查報告，並且民事起訴內地嘅奶粉商同埋地方政府，但係要求調查嘅申訴石沉大海，法院又拒絕受理佢哋嘅訴訟。而結果換嚟嘅就係舊年11月起，佢被關押1年。呢個月更被北京市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重判2年半。睇返中國刑法293條列出咗尋釁滋事嘅行為，其中包括隨意毆打他人，情節惡劣嘅；追逐、攔截、辱罵他人，情節惡劣嘅；強拿、硬要，又或者係任意損毀、佔用公私財物，情節嚴重嘅；喺公眾場所起哄鬧事，造成公眾場所秩序嚴重混亂嘅。呢一項罪名就係將過去刑法之中嘅流民罪修改而成。顧名思義，呢一條罪其實係為咗針對流民生事、破壞、擾亂公安秩序、擾亂公眾秩序而設立，明顯同趙連海作為公民爭取合法權益、要求當局賠償、承擔責任嘅呢個性質南轅北轍。可見到內地嘅法院根本就係黑白不分、混淆是非，到咗一個絕對荒謬嘅地步。再睇睇控方指趙連海尋釁滋事嘅3大罪狀，頭先李卓人議員都約略有講過，包括係有召開記者會、途人圍觀、舉行1週年嘅燭光晚會，亦都有話喺石家莊法院審理36集團高層等案嘅時候，喺門外舉牌抗議同埋叫口號。可能好多朋友聽完都同我睇到第一次嘅呢啲罪狀同一個反應，就係嚇。如果香港都有呢啲惡法嘅話，好似頭先李卓人議員，我相信真係大半個議事廳嘅議員都怕且都已經犯咗尋釁滋事罪。咁我哋再睇下趙連海究竟又做咗啲乜嘢呢？第一，趙連海喺記者會嘅前一晚其實就已經被非法軟禁，根本就冇辦法現身記者會，而原定要舉行嘅記者會嘅酒樓都因為公安嘅施壓而被迫關門。其他受害嘅嬰孩嘅家長亦都只能移師去到附近嘅公園，繼續向外國記者去解釋。第二，尋釁滋事罪係指喺公共場所破壞公共秩序嘅行為，但係趙連海等結石寶寶嘅父母舉行1週年嘅燭光紀念會，其實係喺酒樓嘅包廂舉行，純粹係一個私人嘅聚會。而同樣嘅聚會，我相信全國每日都有幾萬甚至係10幾萬宗。第三，趙連海4次去到石家莊法院關注36嘅審判、破產同埋拍賣資產等，同埋提出咗索償嘅訴訟，但係唔獲受理。對於司法不公，趙連海等人就喺法院門外呼冤抗議。點解唔可以呢？完全就係生安白造嘅指控。09年2月，
趙連海被捕前曾經接受本港嘅電台電話訪問，當時佢解釋點解唔接受官方嘅賠償方案。第一，呢一個死就賠20萬，重症係3萬，一般就賠2000嘅方案，根本事先完全冇同家長去商討，成個過程亦都唔透明。點解係3萬，又唔係5萬呢？又或者賠償嘅方案出錢嘅，後尾原來知道係36集團而唔係政府，其實係有卸責之嫌。而幾個月之後，36集團亦都果然係破咗產。第二，腎石對嬰兒究竟會造成啲乜嘢創傷？當時根本係一無所知。喺內地相關嘅醫學研究亦都係非常之少，好多家長都只係諗到一啲可能唔能夠預見嘅後遺症，已經覺得好驚。而呢一個方案都只係保證到向受害嘅小朋友提供嘅醫療服務，直至到佢哋成年，即係18歲。而事後證實，後來事實都證明毒奶粉嘅事件其實冇咁簡單。雖然內地主要嘅品牌嘅奶粉都驗出含有山寨氰胺，但係到最後只係由36集團做咗代罪羔羊，幾名高層亦都被起訴刑判，幾名提供牛奶嘅奶農亦都係判死刑，其他公司完全就冇受影響。而由於事件開始慢慢凋淡，公眾嘅關注程度可能亦都降低咗，各地方政府亦都唔再過問受害嘅小朋友，所以趙連海等30幾萬受害小朋友嘅家長要徹查、追討同埋要治療，就要靠自己努力。其實早前呢，我諗對年輕人嚟講咧，都會好記得咧，就係台灣一個女子組合 S.H.E 嘅其中一位成員呢，叫 Selina。早前呢就拍戲發生意外，身體咧係有40%嘅皮膚被燒傷，甚至去到3級。記得呢位女歌手嘅爸爸咧出到嚟只係講，佢話如果可以嘅話咧，我願意用我嘅身體去代替我嘅女兒受火焰嘅踐踏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願意用我嘅身體嚟替女兒去承受所有嘅責難、所有嘅折磨。其實我相信為人父母最大嘅心願，都莫過於係希望子女能夠快樂、健康咁樣去成長。我亦深信趙連海先生亦都係一樣。現年38歲嘅趙連海，曾經喺電視台、國家工商總局嘅廣告公司、國家質檢總局嘅中國質量部等全體媒體工作，亦都喺多家國有廣告公司擔任總監。但係喺維權嘅抗爭路上，其實佢身份好簡單，只係一位爸爸。趙連海曾經講過，一個孩子們經常受害嘅社會，我哋唔通唔感到慚愧羞恥咩？偏偏喺中國呢個社會，原告就變成咗被告。一位有良知嘅父親，為咗自己嘅仔嘅健康，表現咗捨身取義嘅偉大父愛。隨住趙連海舊年被捕，趙家已經失去咗經濟嘅支柱。1年嚟，趙太太就係靠住社會嘅捐助，獨力撫養住2名兒子，亦要為兒子嘅病四處奔波。佢5歲嘅仔趙鵬潤，而家嘅體重都只係有15公斤。身高只係有1米，比普通同年紀嘅小朋友其實係相對低咗好多嘅。前日趙太太接受本港傳媒訪問嘅時候，佢講到，佢話仲未夠膽話俾小朋友聽，爸爸而家喺獄中度絕食。趙連海已經絕食到第8日啦，家人亦都非常之擔心。我相信香港好多市民都好戥佢擔心，甚至喺國內都有好多人戥佢擔心。唔知道趙連海喺看守所究竟發生咗啲乜事，亦都好怕因為佢絕食身體會出現毛病。趙太太曾經去信去勸喻丈夫停止絕食，但係其實佢都唔知道呢個信究竟可唔可以交到去丈夫嘅手裏邊。趙連海嘅代表律師李方平亦都被拒絕探監，而李律師亦都表示上訴期其實到今個禮拜5就會屆滿。而所有上訴嘅資料都準備好，但係只係差趙連海本人嘅同意同埋簽名。好可惜，看守所又唔俾2人見面，亦都冇解釋原因。變相而家冇人知道趙連海嘅最新情況，甚至會唔會係剝削咗趙連海嘅上訴嘅權利呢？我哋睇到趙連海嘅下場，都會慨嘆點解內地司法
可以唔公道同埋荒謬到呢個地步？心想喺中國原來係冇最黑暗，只係有更黑暗。內地嘅法院似乎已淪為欺壓人民、俾政府打壓人權嘅行為嘅合法打手。而喺內地司法嘅黑暗面，正如頭先李卓人議員講，網民嘅一幅圖畫，亦都深深咁令我覺得好不忿，但亦都覺得好痛心。溫家寶總理講嘅説話，似乎整個中國都聽唔入耳，亦都冇好好咁去執行。究竟我哋要等到幾時，我哋先見到溫家寶總理講嘅嘢會成為事實，喺我哋全中國、我哋嘅祖國嗰度都可以見得到呢？今次趙連海被控以莫須有嘅尋釁滋事罪，係繼劉曉波同埋譚作人之後，再次公然踐踏人類文明標準同埋中國憲法嘅表現。趙連海自辯嘅時候，堅信自己無罪，佢亦都講，為咗將正直良知嘅品德保留喺我哋嘅生命同埋靈魂之中，我哋只能夠堅定正確嘅信念同埋準則。呢一啲全都係趙連海對5歲嘅仔仔趙鵬潤嘅身教，教佢要做一個正直嘅人。趙太太亦都曾經透露，趙連海曾經表示自己所做嘅只係為咗下一代可以減少一啲苦難。會喺呢一個年代要有所承擔，佢唔後悔，佢亦都相信家人可以理解，而孩子可能要等到長大之後先至會好好地去理解。一個痛愛兒子嘅好爸爸，究竟有啲咩罪呢？促請中國政府盡快無條件釋放趙連海，我哋呢一位中國嘅好爸爸。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動議。多謝主席。我認為喺今日午夜之前呢，係唔可能完成議程上面所有項目，所以呢，大約喺晚上10點鐘左右，我會暫停會議。明天上午9點正係繼續。湯家驊議員。